火引人。我们有请我们的局长，还有我们副市长，还有我们的主委引人我们。副市长也铁山因缘庆会，佮交予选手代表。台南市中正学校运动会将伫1月6号开幕。今仔日上午伫永康开天宫举行庆会引援仪式，市长黄伟体亲自出席，除了来参拜，祈求赛事平安顺利，也勉励选手会当摕到好成绩。那我们很感谢过去大家对于体育的深耕以及努力，在上一届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，我们台南市有42面金牌，可以说表现得相当好。那这一次我们的市中运可以说是全中运的这个先声热身，但是事实上很多好朋友、很多同学都有杰出的表现。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一次的表现，我们可以再找出更多这个运动很具有运动长才的我们的优秀的选手。那今天的圣火是由新化国中田径队开始接第一棒开始，那预料接下来的赛事会很精彩、很热闹，也很这个值得。具有可看性。市中运是台南市各个国中、高中选手的年度胜事。今年办理14项比赛项目，总共有3124位选手来参加。相比着顶一摆参赛人数，总共增加237个人，反映出台南市推动基层体育的成效。开幕典礼将伫新野田径场举行，欢迎大家伫比赛期间来替选手加油打气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